妈咯，然后就在那批把那些，大哥没有那特别讲几万嘛，你睇嘛那些。这妈也老干了，我把那么些把那些，当然俺阿公也来把那些。那时候来那么多个，才表把的，比白来的这里头啥就把那些，边来的一老呢，哎，木个啥的，阿龙比嘛，也得多把的。碰完了咯，这妈碰上时候有点该里该那么些吧。但用话路碰上的来吧的，那边呀嘛，估计当不了，别呀碰上的来没丢过喏，他留撇别吧，我都不敢把没的，都不敢当的，没得过说不了，都蛮不敢干东西，非常叫人家干嘛，但碰上嘛，我得来打吧些，啥咯没用的吧，我觉得这现在的个好啦，没好啦，现在别的问起来的钱嘛，都蛮难买的，碰难不能的卡的，来路难免，都蛮用多了吧些。但别嘛，对那面目的不孬，个人这个包没了，没钱拿给我他们，你要里面咕噜包来的，人表的，一定来打工了喏，人家说特别来咱们家，一路来没表啊些。现在我路单里捞起嘛的些，比哎嘛路的，比我家里的屋嘞，我还便宜多。不得不省力多，那么等他们路，谁顾他们的些？阿拉这碰到嘛的，碰没让我便宜多，不给我来的。人表话的，苗里面刚才没包得多不孬，但人接触的嘛的，但嘞，地点嘛个刚才没人家跑不来嘛的，都是他们打破来呀嘛些。Adam နဲ့အတူကန်ထူးကံမျိုးပြီးပုံမကောင်းမွန်သောဘဝအိမ်မက်များကိုရယူဖန်တီးလိုက်ပါပုံမကောင်းမွန်သောနေ့တင်များစီ